描写日本幕府时代权谋斗争的影集《幕府将军》，最近是伫咧美国的第76届艾美奖摕到18奖项，也受到这部影集的影响，有不少外国游客拢去到日本来体验萨姆莱武术工作坊，这人数是比去年加买2倍。 由日本的资深演员金田公之主演的《幕府将军》，在本届的艾美奖摕到剧情类最佳影集、最佳男女主角奖等18个奖，创历史纪录。这也是第一次赢到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影集奖的非英语作品。这出历史的影集在美国风评袂歹，有愈来愈多外国人亲身到日本体验更较正版的武术道精神。1, 2, 3, 4, 5. You can cut. 因穿和服，手提武术刀，在东京这个工作坊对口令学牙刀的技巧。You feel the weight of a sword and how it would be to handle a sword and to hack at opponents. It does feel different now. Yeah. 除了感受扑草笑的爽快，会晓甲人对战的美感，安怎向对方表达感谢，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也袂当落错。看到学员真认真咧学日本传统文化的源头，教練也真歡喜。僕も真田広之さんのファンだと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からしてももの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方が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で日本のいわゆる古い文化が今につなが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要は元々のところを世界中の人が知る機会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嬉しいですよね。 东京这档工作坊的业者是表示，因为幕府将军来报名参加的人客比去年加1.5倍到2倍。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讲，幕府将军所引发的效应甲回响，互真侪人料想未到，也反映出欣赏来接受台湾文化已经是普世价值。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